呢度好多餐廳，今日嚟其中一間麵家。銅鑼灣燈籠街其中一間好食嘅麵檔，裝修係新舊融合，比較時尚。現場即包嘅雲吞非常大粒，而且係用咗櫻花蝦。我哋要咗碗牛腩雲吞河，仲有一碗雲吞河，仲有呢個咖喱牛腩，非常香嘅咖喱味道。試一口湯，非常爽啊！雲吞超級大粒，咬入去有幾個層次，因為佢哋用咗櫻花蝦。魚蛋就細細粒，都鮮味都好夠。牛腩軟硬度適中，都係好好食嘅。呢個咖喱牛腩撈麵就比較獨特啲，因為佢有少少南洋咖喱嘅感覺，掛落啲麵度非常食得過癮啊！再食個魚皮、雲吞牛腩，全部都好味啊！最緊要服務好，坐得舒服，唔會好逼仄。食飽啦，喺香港食牛腩麵、雲吞麵，想食到現場手工包嘅，坐得舒服，企企理理，乾乾淨淨，服務又好嘅，嚟呢間麵家，味道又好，服務又好，佢嗰啲咖喱牛腩好鬼香，介紹大家嚟。